这个学校的毕业旅行是不是要举办呢？教育部讲，高中以下由学校家己来决定。所以苗栗的原理国小今仔日出发咯。这个毕业旅行2天1暝到南投去旅游，有人认为这根本无顾到学生的安全。学校是讲，事前有做过问卷调查，学生甲家长拢赞成举办。 原理国小毕业旅行照常举行，学生伫宴会树下耍甲真欢喜，但是网络这篇普文表达真侪家长的担心。家长质疑苗栗原理国小伫武汉肺炎疫情扩大时，竟然照常举办，无顾学生安全。但是校方强调，事前已经对学童甲家长做过调查，学童拢赞成举办。以目前的状况，我会赞成小孩子可以参加那些活动。出发之前，请旅行社跟我们要去参访的点，都请他们先做好消毒的动作。原是出发前也是行程中，老师随时拢让学生的体温用酒精洗手，全力做好防疫。进出一些比较公共的场合，例如说餐厅，例如说一些游乐设施的时候，我们会下来，我们就用酒精去做一个手部消毒的动作。这次我们的毕业旅行没有被取消，我们真的很开心。 教育部日前询问高中以下学校和国校家己决定是不是要举办毕业旅行。虽然武汉肺炎的疫情使人担心，不过对学生囡仔来讲，毕业旅行是大家回忆的，无取消，因感觉真欢喜。